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丁亚珊，欢迎收看在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区新闻。2017大台南国际旅展17号开始连续4天，伫南胖世贸展览中心登场。主办单位表示，这次的旅展强调岁末年终的介绍优惠，业者都要提供限量的免费福袋，伫会场消费满一定的金额，阁有机会抽到香港来回机票。这小哥好康的优惠，等待民众亲自到现场找寻。2017大台南国际旅展开幕首日，就出现了这人潮，趁着今年底最后的时机，要来抢优惠好康，找旅游的好去处。今年主办业者也大手笔，要伫咧这4天的展期送出500个免费福袋，并邀请日本来的旅游工会业者到现场摆摊。其中包括超人气的九州熊本熊，甲群马县的小群马，等等日本知名的吉祥物，拢会到现场甲民众互动。由台南市旅行工会主办的大台南国际旅展，一档比一档较盛大。代理市长李梦燕也表示，这是对台南，也是对其他地区双赢的观光交流。预祝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旅展，我们这次的旅展顺利成功。那么上看突破照理事长的愿望突破15万的这样的人次。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台南，包括各县市，包括我们从日本香港、澳门来的各个城市，大家的观光旅游都越来越蓬勃发展，把我们的台南行销出去，同时也期待，因为有我们大家共同的伙伴，共同为我们各自的城市来努力，开阔了我们所有的民众的新的视野，提升了我们的生活的品质能够更好。这届旅展聚集了济旅行社、航空公司、5星饭店、甲特色民宿联合展出，优惠折扣一斤比一斤加价，上价甚至有3.5折的优惠，会当将场面办甲这么盛大。主办单位也感谢济政府甲民间团体的大力协助。我给他算过，今年来到我们台南的日本朋友总共将近58位。那重点呢，当然我们很谢谢，从水上町开始，我们终于真的有下功夫，也扎针，我们甚至把群马县整个县的工商会都带来。那今年有增加了我们的金刚县，有增加了我们的知鹤县。今天也增加了我们的香川县，还有刚刚大家看到的非常成功的我们的熊本县，当然未来还有我们的青森县。我希望我们未来更努力，能够把日本的好朋友更早。即日起连续4天的时间，伫咧南胖世贸展览中心，也邀请民众来大台南国际旅展，做伙行行看看，把握这一年一度的机会来抢便宜、抢好康。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针对市府规划要伫安平渔港兴建跨港大桥，议员李文静认为，桥梁设计要有一定的高度，若无将影响船仔运行，建议采取高架，也则是地下化，以避免对交通甲环境造成冲击。台南市政府规划伫安平渔港兴建一座跨港大桥，为渔港岛接近公路通往第17线，提供安平地区连续交通需求。目前正由工务局办理设计当中，预计1200公尺，总经费大约12亿元。不过，议员李文静认为，连接河尾路到四车大桥，比兴建渔港大桥更较实际，建议市府重新思考。咱若来连接河尾路到四车大桥吼，这个是对迄个环境的冲击上少，对交通的帮助上大，这个开销嘛上少，经费嘛上少啦。这个咱以后，咱的这个东西向的对咸水溪这条的时阵，这咱游园会当来连接啦。所以
迄个市长，这个才拜托一下。就是说渔光桥这个部分哈，我们目前还在跨港大桥渔港，渔港，要个咧研议啦，还有几个方案。那这些方案我们也会多开，包括说明会等等，让集思广益，大家意见我们会来采纳。这个咱袂使讲，渔光岛确实是一个真很值得保存而且很珍贵的一个环境。我讲的有3个这个因素嘛，对渔光岛的冲击嘛，对5期交通的冲击嘛。这目前拢个研议方案中。议员也表示，健康路是安平5期对外联络道路，若是兴建渔港大桥，车辆必须经由健康路到滨海公路，对5期交通冲击更较大。伊建议应该一摆到位，确实要采取高架，也就是地下化，连接到第86号道路才有意义。但是，文章上林根采访报道。有厂商业者向议员董品湖反映，表示外一落工伫外面甲人发生车祸，人煞走去，结果对方找来公司，业者只好代替赔偿，相当无奈。对此，议员要求劳工局正视相关问题，积极处理。廉市和顺工业区内有将近2000名的外劳，交通工具大部分是脚踏车甲电动车。外劳定定伫工业区内底重点路口弄红灯，造成大大小小的车祸，非常危险。议员董品湖建议劳工局要求中介伫外劳的电动车甲小车牌，伫顶面注明紧急联络电话甲相关资讯，伫发生代志的时阵会当快速联络。不过，这款的做法却遭受厂商反映，有外劳伫交通肇事以后，人就走去，因此电导爱害因负责赔偿。对此，议员要求劳工局重视这项议题。外劳的确是厂商雇用的，没错，但是厂商并不是外劳的保姆啊，也不是外劳的监护人啊。那外劳在私人的时间跟别人发生车祸。这是外劳的私人行为，结果变成厂商要替这些外劳擦屁股。当然，如果说你发生车祸，当然这我要去了解个案它的内容怎么样，因为这个车祸之后的内容谁要负责赔偿，是不是公司里面的是要去先把它先负责赔偿完了，他就去概括他的性质怎么样？这个我们了解。公司是雇佣他的呢？在我们说明会也已经把交通规则、安全，包括吸毒，都把2个议题都纳到我们先导会上去了。市府每年编列2700万买换新的警察制服，不过而且安全无，却是需要家己自费。议员要求警察局替环境购买新的安全帽。对此，警察局表示，考虑安全甲卫生的问题，将会替每一位员警配置一顶的安全帽。但是，文章上林根采访报道。东区南台南站副道新中卫工程已经完工1栋外，但中卫区道路却不断开挖。议员王家珍到场勘查，发现管线工程竟然藏有漏石，质疑工程头工检了，批评市府团队监督不力，要求送政府检调清理调查。议员王家珍提出一张搁一张实际勘查南台南副道新中卫区道路工程的相片，指出中卫区地下代谢管线材料与灰纤的低密度暗门涂掺了漏石，造成路面不顺，工程出了问题。已经铺设好的道路只好一段一段开挖，以至于民众受伤跋倒，到底谁要负责？这个没有偷工减料吗？还是这是中央白痴要我们用这个，结果列得一塌糊涂，中央不管，让我们台南人承受这个痛苦，让我们东区看不到一块漂亮的土地。所以我就是说，有问题的我们都要求他挖掉重做。局长，这个该不该查？现在有在查了。该不该查？相关单位有没有责任？该不该送政风？该不该剪掉？也看一看我们台南人的工程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地政局表示，已经要求施工厂商确实改善，而为着漂边区内其他道路发生类似的情形，所以做全面性使用检测，有问题的所在，拢要求厂商全面改善。同时，针对疏失部分，地政局也已经追究监造甲施工厂商的责任，强调目前也未付监造费，而施工费用将会扣留13%。但是，文章林根采访报道。
马里第72档的全国语文比赛，已经是教育界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为25号开始，连续3天，将来到台南比赛。上海教育局透过启动仪式，欢迎各县市超过2000位的选手来台南争取各项语文的总冠军。今年台南市所承办的全国语文比赛，因为是县市合并以后第一摆办全国性的大型活动，所以动员侪学校来筹备，以应付到时28个县市超过2000名选手来台南的盛况。106年全国语文竞赛在台南站。106年全国语文竞赛呢，由我们台南市政府呢来承办哦。那这次呢，总共会有28个县市单位15个大专院校以及2094名的这个竞赛员呢，会到我们台南来参与这一场的这个盛会哈。那当然，总共语文竞赛分为5大类哈：演讲、朗读、写字、作文、字音字形哈。那分为呢国语、闽南语跟所谓的这个客语、原住民语的部分。那原住民语呢，它大概就是类别最多的总共呢会有16个族语、42种方言那竞赛呢是非常非常激烈，所以2094名的竞赛员，我们分为152个。这个竞赛类组呢来进行。那其实这些选手呢都是各个县市、各个院校的佼佼者，因为都是透过校内的这个初赛到县市的复赛之后呢，才到我们这边来参加全国的这个比赛哈，相信呢精彩可期。记者会中嘛特别安排向前台南文化创意产品，甲凸显新品化的活态环境，了外关系书生印象深刻。今年经办理第72档的语文比赛，教育部副署长嘛特别让下，表示每一档拢有特色，特别是已经对国语、闽南语扩大到客家语甲原住民，表达的认识和族群的丰富内涵。全国语文竞赛其实从35年到现在已经有72年的一个历史了哈，每一年其实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刚才诚如我们局长所讲的哈，它的项目从以往的我们以前是只有国语对不对？可是慢慢的我们增加了闽南语、客语、原住民语，我们不同的语言已经进来了。这代表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竞赛，让每个族群去了解彼此的文化、彼此的语言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每一种语言其实有它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以及非常优美的一个词句。那透过这样的竞赛，让学生在听说读写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他们自身在语文的一个内涵。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教育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记者会中嘛，伫德国国小进行的故事团社中，以及中央大学精彩竞技啦队表演，为今年对25号开始一连3天竞争激烈的全国语文比赛揭开序幕。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杨灯开车门啦！杨灯是开车门，杨灯是开车门，杨灯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以绿色交通为发展目标，新大甲欧拜公司签约，以共同分享创业的概念。和新大学学生家己来负责脚踏车的营运，同时未来嘛将成立校内的公共单车系统，要提升培育学生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能力。新大 XO8 卫星团队计划是全台校园首创的共享交通微型创业。
由培育一般企业实习的方式，让现代学生组成经营团队，用微型创业的方式参与企业实际运作，体管理论甲实作经验的结合，为未来这场生涯提前准备。科技的发展，跟着世界新形态的内容的一些这个资讯的整合的教育跟训练。第二个是透过场域，让大家觉得在这所大学多了那么一点点可能，在这所大学多了那么一点点机会。可之后是什么？之后是要靠同学的决心，跟你自己的投入，以及您在里面看到的，替自己找到的创业发想的机会，才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意义跟功能。那我们很期待啊，在这个企业的诚意啊，以及这个学校的资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多面向功能的发挥啊，包括有大学来回应一个新的活动方式、新的活动可能，最后成为台南市或者我们大社会的一个部分。让学生来去做一个校内的团体，然后呢，他们来负责营运 OBAC， 然后呢同时包含到了他们的行销策划，或者是在于车辆的管理。那最重要的其实是在后台的这个 OD 的资料，或者是行机的轨迹图这边的数据的运用，那其实可以作为学术的研究。那当然，对于我们公司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在全球已经有14个国家了。那在这14个国家里头，超过50个城市。那我们其实在总部也发现到台湾的交通类的人才是非常的优秀的。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有一个比较目的是，我们其实是来台湾去挖优秀的人才。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实习计划之后，如果说在毕业后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其实海外其他更多的国家里头去工作。好骑吗？好骑，还不错。这项计划固定将在12月开始进入校园，初期将会放置500台脚踏车。对此，欧拜公司在成功大学成立卫青团队计划，招募学生组团执行行销、营运等的业务。希望借重现代学生创新甲创意，和管理更加完善。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不管是偏乡，也或是都会区的国小，总是有部分的学生较袂爱读册，造成因伫课业顶面无成就感。不过，徛伫教育的立场，拢无放弃任何一位学生。所以现在中央委托新代执行一项培育计划。就是要透过电子化课程的开发，让这群学生有兴趣画图，进一步提升学习效果。第4项计划主持人、新义国小校长以及教育大厦等侪来宾的见证之下，共同揭牌，嘛正式开发一系列的科学教育课程。重点就是无放弃任何一位伫课业顶面嘅成就学生，希望将较困难的自然科学用于电子化课程，互因有新的学习兴趣甲成效。这摆新代受到科技部甲教育部所委托的培训计划。除了选定都会区的胜利国小，也有偏乡的后山国小。我这个计划呢是由我带领另外2所大学的教授一起来执行。那么特别是要针对我们台南市在我们这个都会区的小学，还有我们偏乡的小学，那么来进行我们中低成就小朋友。自然科学学习的辅导。那我们在都会区这边呢，那因为我们胜利国小这个地方向来都是一个指标学校，所以我们在都会区就选择胜利国小。那我们在偏乡那个地方就选择我们这个虎山国小。那么来进行这个我们自然科学这个课程的设计。对着胜利国小来讲，其实去年学生透过学校地景甲实务等等来设计主游，嘛是一种创新的教法。不过现在进一步透过数位教材研发，运用进前手上所关键的303台平板电脑，就希望发挥更较大的效果。另外，后山国小部分则固定12月7号才会正式挂牌运作。第一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社区大学北港分校甲中安国小学生合作，
分别到新寮、公清寮等社区进行实地查访，并采访当地老店家，找寻在地老故事，并且将这个过程透过文字记录落来，完成一本属于大港社区的专册，成为珍贵的乡土教材。这本新寮布地翠公清寮是由社区大学大港分校甲长安国小做伙合作，做伙创作出来的成果，将这寡所在老店家老故事，透过国小的小朋友亲自采访的体验甲感想，一字一字写出来，成为一篇又搁一篇动人的故事。其中也有查某孙仔写着阿公一生修理脚踏车，伊所从事事业的故事，也让这本册成为一本上介好的大港社区博物馆的乡土教材。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阿峰面店的历史这么样的久远，然后它曾经也是杂货店啊，甚至于它前面还有一条那个港啊，就是以前小船会开的地方啊，这条港啊当探到真侪所在，这个较早因小朋友嘛都唔知所以这一次借由这样子的过程，我想不只是一份手册的完成而已它其实背后更代表一种我们文化传承的意义在里面那很不同于以往是纯粹由台江民俗文化班的学员采访出来的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想小朋友借由这样的过程，他们对于土地的连结，对于情感的丰沛度，我想是很有帮助的。借由着安尼在地人文历史调查，互学生会当更加清楚的了解家己故乡的点点滴滴，也更加会当增加着对故乡的认同感。社区大学大港分校也希望以后会当有更侪机会，甲在地学校合作，来教育后一代更侪咱在地人文甲故事。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依照过去的经验，百岁若举办日本商品展，一向拢是去消费的保证。今年位伫西门路的百岁业者，都特别精选民众上爱去的日本观光7大城市，展出当地的点心甲伴手礼，同时佫会伫现场实地制作，也使有兴趣的民众拢来品尝。每一档拢去大批人潮的日本商品展已经是第7摆开展，会中特别邀请艺员艺术团队再来日本3大喷雾节的阿婆屋来庆祝，也互参与的贵宾拢大开眼界。今年百岁除了选择民众上爱北海道、京都等日本7大城市的在地料理甲甜点，甚至也有专家伫现场实做。为大家免坐飞轮机，得当品尝这正港的日本美食。此次日本商品展网罗7大，就是我们国人最爱去的日本城市的道地好物及美食这样。那像是有来自东京，就是连续3年获得米其林美食推荐的生活腿起司蛋糕啦，还有札幌的人气 No.1 的南蛮炸鸡。对这些道地美食呢，让南部的民众不需要搭飞机到日本，也可以在我们台南新天地呢吃到道地的料理这样。那除了道地的料理及甜点之外，我们这次呢还有规划了日本超人气卡纳赫拉小动物的专卖店，还有卡路比专卖店，跟我们这次还有就是超过100个就是超人气的扭蛋机。那众多限量的商品只有在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那欢迎民众一起来我们这边一起同乐哦。会中除了好食的点心甲伴手礼，伫这摆日本商品店配合周年庆，各种樱花一波购物热潮。电新闻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晴天，又是好天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然后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11月17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亚珊，咱再会。